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戏。好朋友，一处二牛三虎四兔，拢有无共款的解说甲意思。咱看到无共款的动物，心内会产生无共款的体会。啊，好有好的形容词，你听国情找出来，甲你互相探讨一下。伫台湾话内底，咱咧讲好手，表示讲即个人真爱共偏，会占人的便宜。咱两个讲好啊，条件安尼生，你要加得2分，加得3分，这叫做好手。啊，你若去看日本时代大日大书典，会看到讲，原来佫一句叫做背好手，表示讲掠大头啦。你敢背好手无？啊，佫一句叫做斗好手，意思讲因两个用谋做客，斗空要来甲你害。啊，讲到用谋做价，各种就想到释氏贤文内底另外一句，拄好10字。5字咧对比讲，做人无害好心，好友常仁义，这原来好的形容词。对啦，但这好咧解说，毋是真正好啦，伊咧表示讲吼，对你有要甲你暗算。国情头拄我咧讲的，正人伫咧斗空，伫咧强谋，乌窟啊要互你跳的人，这叫做好。所以人无害好心，好有常仁义，你爱提防。啊，是讲国情啊，你若讲来到遮啊，好的形容词，毋着拢反面的，敢有迄个正面的？无啦，无得较讲吼，逐句拢反面，原来有迄个相对比的啦。毋是干那讲好手，毋是干那讲好友常仁义尔，搁有一句讲叫做武常拍虎。啊，这个表示啊，表示讲武常汉草真四脏真够拍相，毋是你听我看讲，武常拍虎，你若无拍赢虎，就会去互虎加去咧。啊，对比啥？对比桃花过度，咱知影讲，这条过去台湾的民谣表示讲，桃花子啊，甲天堂伯啊两个潭船顶伫咧煲，对正月一直煲来到12月。天堂伯也是望讲吼，上好你拢莫落船啦。咱两个潭船顶，潭我天道的过程中安尼相煲，袂输敢若谈情说爱咧。讲到这你就知啊，毋则俗语伫咧讲，食像武常拍虎，做像桃花过度，咧表示讲嫌啦，嫌讲吼。食饭安尼骹手遮紧，对，武常拍虎就是骹手紧。你若骹手无紧，好加起你，啊若做，叫你做安尼拖刷，袂输敢若桃花过度。当然，这俗语原来有倒句，毋过国情头拄我咧讲，武常拍虎甲桃花过度嘛是咧对比一个紧甲慢，所以毋是完全拢反面的，嘛有即款对比的形容词，这就台湾话艺术趣味的所在。